迷茫、壓力、困頓，好似揾唔到方向。黑暗中有時多啲光就已經足夠。你一句簡單問候，一次主動拍門，可能就係點亮溫暖嘅關鍵一步。呢點光可以係幫下手陪佢上樓梯，可以係遞上一杯奶茶靜靜雞陪下佢，亦可以係一次主動嘅上門問候。我哋嘅米粒行動就係想匯聚更多一點光，一齊動手製作滿載溫暖嘅米寶心意卡，一齊靜靜雞將呢份驚喜掛喺街坊門口，等佢哋嘅生活多一份不期而遇嘅鼓勵。米寶同我哋都相信，每一粒米都有溫度，每一個街坊都係值得被溫暖包圍。